基斯文係冚緊入嚟啦，但係咧基奧特係俾唔到基斯文㗎。好啦，呢度啊，安巴比走咗呢個係禁區小控區入邊。哇！安迪提啊，安迪提哇跳翻拍冇先，普巴都埋嚟同佢一齊跳啊，俾佢攝到個靚前柱。真係紅酒飲得先喎！結果咧就係50分鐘呢邊見到咧就係馬克龍啊，同埋咧就係比利時嘅國王菲立普，咁仲有咧係國際足協主席因芬天奴啦，都互相握下手。好啦，呢場波先開紀錄嘅咧係法國。而最估唔到就係成場可能法國嘅陣容當中最令人擔心嗰個就係安迪提。上半場一次錯失，頭先有一下禁區裏面都爭啲爛，但係呢個波就係俾佢攝埋嚟喺兩個爆炸頭嘅中間嗰度攝到嘛。強尼啊，喺佢自己嘅禁區令人擔心，對面嘅禁區就大家可以放心。對面最後尾好似仲有少少省翻費拉尼入添喎。費拉尼有少少將個波咧都係改變咗啲嘅方向啊！安迪提咧咁樣反而開紀錄，馬克龍亦都係出名嘅球迷嚟啊！其實佢本身係馬賽嘅球迷。